我拄仔伫生活诶时阵，有想着一个代志，这就是讲，我望讲家己会顺利，家己会有即种世界诶价值观拢会拍破仔声诶，即种成就会当做甲即种坎站。毋过，这对我来讲，有可能无法度是甲我安藏，甲我诶目睭牵起来。是安怎讲呢？就是进前若讲我较少年诶时阵，互我去学心灵，我会无法度听袂落去。是安怎讲呢？就是讲，我就是爱拼事业。爱有趁着钱，知影讲这个找着一个较有望诶公司，就会去行即种路线。迄个时阵你若讲，互我伤早去知影讲，阁有另外一条路，我嘛袂去行。爱安怎较会去讲去学台语、学台文、写小说，即种主流诶社会可能较想讲这嘛无法度趁钱，爱安怎？就是爱拄着讲失败，讲想要互主管去欣赏，结果主管就是顶时就是想讲我这个人甲伊白合。对我就是有意见。我若无拄过即种状况，有可能我行诶路线，犹原是一个行伫老路，搁早诶路，拢无去做一寡改变。所以讲，有时阵失败是有原因诶。你若无失败，你较会讲。你无失败，你就袂去转势，就袂去换一条路，嘛袂去思考。就若亲像讲，我今仔日去讲，甲即个台文的先生有讲，有一天，总有一天，台湾人即马拢是要伊讲安怎趁钱，安怎讲会去甲欧美啊，倒位啊，拢安尼做实诶，安尼做实行诶，做国际化诶。毋过有一天，台湾人犹原爱面对讲，我到底是啥物人？我诶文化，结果是我要甲我拍诶人，因诶文化。毋过，搁伫我诶骨肉内底，我若甲即个物件放杀了后，安尼我搁剩啥物？有一天，就是爱面对这款代志。就若亲像我诶人生，就是行到40几岁、40通岁，就开始去思考，就是想讲，顶时我遐拍拼，顶时爱甲我欣赏，毋过无，哪会颠倒讲愈惨？就是拄着即种失败，我较会开始思考，较会去接触心灵。心灵就是爱讲找着家己来地球使命是啥物？想要做诶代志是啥物？是毋是家己拢离家己愈来愈远？头壳内底诶思想拢是别人诶价值、别人诶思想。就是有一天拢是爱面对家己。台湾人嘛是爱面对家己，我家己诶人生嘛是爱面对，这就是早办诶代志。若无去面对，会变做讲，失败就是毋愿，因为阁想要追求，阁讲我无即种条件，就会开始怨妒别人，开始怨妒，开始讲哪会对我遐无公平？就变做即种循环，就家己嘛无法度找着家己，结果
就若亲像讲，若台湾人今仔讲，伫问讲我是啥物人，佫无想要做中国人。毋过即个血内底佫存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佫有一寡中国的古早的即个故事伫头壳内底尔。啊，你讲即个时阵要去缀别种物件，啊嘛无法度啊，就是因为原底就无去累积。有一工会面安尼问题，就若亲像讲，我若拄毕业就开始去做代志拢足顺，啊，咱拢是讲，即个公司需要啥物人、啥物款的人才，爱啥物款的一个人，我着正做安尼的人，我嘛毋免去管我家己是啥物人，我着配合做即个角色。讲若讲需要一个会晓管理的骹手人，甲因管甲乖乖，啊，我着正做安尼的人，会晓知影讲即个顶司伫想啥，替伊设想，我着正做安尼的人。为着要保持我的即个位，嘛有可能爱甲别人竞争，因为即个位足水足芳，足侪人拢要抢，就变做讲我看到的咧，我的足侪同事就为着一个位安尼足无欢喜，做伫遐冤啊，伫遐搭来搭去，我就会行即条路，成功颠倒是诚歹一件代志，失败颠倒是互我讲去看家己，去找家己，去找着真正要伊的物件，毋是变做讲，伫即个社会，你嘛毋知影家己是啥物人，就是去用公式，别人拢安尼做，即个是一个模式，我着套即个模式，想要有一个成功，足简单就会成功，足顺利，会当达成家己的欲望。毋过，即个欲望就足侪人抢啊，就若亲像讲，若有人讲用即个新的媒体、网络做即个网络顶头有名的人，别人嘛会去抢。家己的压力嘛会足大。啊，当然，若今仔我若有即个法度，会当去做一个顶司的足信任的副手，啊，这我嘛爱惊讲有人会甲我竞争无，我就会无法度，无即个想法去思考家己，嘛无可能阁去学台语，因为即个公司无需要一个台语台文好的人，伊需要的人我拢知影，就是安尼，就是一个模式，因需要的人，当然有人较有这才调，会当带好伊的个性去做这公司想要爱的即种型，伊较有法度。啊，若像我，就是体制外的，我较有法度，就变做讲找家己，就是袂当伤顺利足成功的，因为顺利甲成功，这拢是一种耽误家己，因为这成功是大家想要爱的成功，是一个无经过家己思考的成功。即种想讲伊诚好康，即种好康是社会甲咱讲的，毋是咱家己去找着的。这就若亲像讲，今仔爸母就是会教即个囝儿实细讲，你着爱去做一个老师，你着爱去考公务人员，你就是爱做医生。这就是即个社会，即个主要的声音的一个愿望。毋过，即个愿望毋是家己
即个囝哩实说，即个去家己去找出来的路，毋是无经过思考。啊，你无经过思考，哪会知影讲这是毋是家己要爱的？就变做讲，我只是扮演即个角色，就是我拄仔好正够读册。啊，逐家讲你著遐够读册，你无去做医生，著做拍算的，著变做讲安尼尔。啊，家己到底爱做医生，还是不爱做，你嘛毋知影。你无时间去思考，若去思考家己要做啥，你著爱 reset 吼，安尼著变即个成本著足悬的一般人是无法度，就是讲你若有即个能力，而且你嘛做甲一半，而且佫做甲诚好，你讲哇，我要找我家己的路，安尼大家都袂稳准。毋过你若讲失败，若讲我今仔写小说，中文的小说，无诚成功，看的人无啊。安尼我若讲今仔我要换做台文，无人会甲我管啊。毋过我若讲今仔有出版社，佫有啥物人，佫有一个一寡我的迷众。安尼当然我讲我不爱写中文，然后要改做台文，都有人有意见，而且我嘛无想要放弃。我想讲，我若放弃这现的，就是足侪人，我嘛足惊会因会离开。就若亲像讲第一公司，若讲我著做副手啊，我若无去坚持去铺顶头，去做一个毋是我家己心内探索过家去找家己找着的即个家己去做一个，就是即个公司，即个顶司伊就是有介意即种型的爱安怎做，就是别人想要爱的，毋是家己想要做安尼的人，是为着要得到一个好的名声为着讲，互家己想讲，我毋是啥物拢袂晓，我嘛出社会安尼走总拍拼，安尼嘛是有一个好的一个有一个成就，为着要安尼家己安慰若变做讲无法度，家己想要做家己拢是变做颠倒变做成本足悬。毋过我若即马是嘛无着人重视，我做我家己，无人有意见啊。就亲像讲我无美众，无人看我的小说，我即马该安怎写，就我一个人的代志。我嘛袂讲毋甘会去放杀一寡物件，拢无啊，本底就无。有时阵失败，颠倒是天公伯伊一个慈悲。有时阵残忍啊，足悬的考验，颠倒是互你第一，大家放大家期待内底做甲诚好。你做甲诚好，佫想讲无啊，我想讲我不爱做这啊。你要上山嘛，无人要互你上山。就像讲一个学社会，一个学道的，伊就甲即个兄弟几百个兄弟，伊今仔讲这毋是我爱行的路，我要上山，我要洗手啊，无人会互伊洗手的。就是成功变做一种纠缠，这是无共款的角度。这种角度是咱现此时的社会是无人会安尼讲，因为大家拢伫追求共款的成功。选举大家拢是要摕到政权，无人讲我想要来失败的。咱对成功就是成功就是拢总拢摕到，失败就是足惨的。这就是咱对即个成功甲失败的即种概念，这概念拢无替人拍破。其实这是假的，毋过无人会甲咱讲。这是爱
用智慧去体会。我即马就是爱开始知影找出即种理路来，较袂讲，有个人就是讲，我著成功啊，哪会阁遐痛苦？我著成功啊，为安怎阁会遐惊吓？像讲我旧顶司，伊著做甲学理，伊的啥物理、啥物理，经理啊，阁有协理啊，做甲诚好。伊游玩痛苦，游玩想讲顶司无甲伊听，拢做甲遐好啊，拢做顶司啊，阁有顶司无够甲伊听，阁有讲有人会甲伊抢即个位，共款有烦恼，毋是讲你成功以后就万事拢做如意的，这就是我的体会。